上拜买下我的梦想，当农夫。老师说，徐广俊，你确定？对啊，当农夫有什么不好？俺就老实赢。当农夫有什么不好？俺自由啊，俺吃菜啊。俺也是爱土地，表示俺的奶健康，俺唔养鸡。俺没钱哦，俺还有泡面，俺有股诶，俺只有没钱好买车，俺还有饭好吃，唔会咬肚子。風強強吹下個，越傳越傳，見風緊風傳，係發動中國嘅燦爛火花。從也無誒，看幾時學過啦，看也強自由嘛，也存最後一兩粒也就差唔多7、8分熟就會過咧。而家後生跳歌講到講住，從東為重嘅，不過其實唔係賣嘴花天天。個科技三個貴圈嘅調歌聽啲後輩等等落雪，27歲嘅黐蹦俊總農社最近10年嚟，佢唔但搶係陸家葫蘆米比賽冠軍，還是那個全國淘米比賽第3名。你眼看嘅本地全國係接唔到阿爸嘅腳。放棄個波過後，返工嘅聽人會開始。阿爸是大天機，黐蹦俊從那年腳頭過天國，也是唔係強酷嘅舌頭，為當好嘅體力，長做得老耐爬轉。阿俊，你在看什麼？因為車子往這邊出啊，泥漿全部都在這邊，要把它推平。現在看水給它進來，看會不會進。水流不過來，表示太高了。太高了怎麼辦？再把這邊的泥土再推過去一點。能夠唔用唔好講哦。細時就先有㗎。係啊，從細就搞奶搞到呀。我中意細時爸爸咪做嘅，啊，搞破壞，又係搞破壞。啊，你試好你就去那個塌塌啦，你要爬好用漂亮，你就要給破爛哦。哦，好好修。啊？會見媽咩？媽是會嘛，其實講你是看唔識咯，有用過了冇用過你都看唔出來。雖然係搗亂，不過充實訓練，日本黐蹦俊嘅田為老阿爸學。細漢時趁爸爸去幫手，爸爸就講：阿公60歲就冇做誒，就退休誒。哦，我咩懂阿三你講，阿爸你做到65歲你就退休誒，剩的我處理，我會接受。掉頭啊！有自然東條搭用手臂鋤做的舊土，轉見係用用白嘅阿爸鋤入用白嘅來個，因為阿爸黐老病，阿妹種小橋，全係路上迷惘，大家都講記得係迷惘之家。你車子前面有沒有靠前？這邊要抬起來。我今天把擋住我腿裏邊。那兩自然東成結，當日都做嚟米財富，啲天都來來去去。他個本黐蹦俊崇拜阿爸嘅，唔但強係講天天天，轉會佢哋用沙都係回捲六戰吹嘅。黐蹦俊係為阿爸以上學做呢。幾清怪，講嘛嘅，其實講做嘛嘅。按自己講對法人都暑假，佢講，下個禮拜要做嘛嘅冇？啊，我冇做嘛咩轉來啊，我叫佢打球呀嘛嘅啊，係啊。是搞位大空發就冇係，佢係。據講到嚟個阿爸嘅面紅都係驕傲。喺貴州面是清昂咯。我用嚟講，我用嚟昂落嘅。我咯講
红三芒啊，有红尾组啊，规种啊，入面乌咯啊，讲死房子，爱总顾全无天意的啊。78813歲就開始鋼鐵，烏下嘅兄弟姊妹大體係共本嘅人，小幾前車做農事，基本準係萬子。阿公阿姐如果喺航空公司上班，如果係會計師。不過幾老家爸窮咗，唔好讀書，偏偏好啲日頭下出汗。我爸爸哦，佢本來咩講啊，種田辛苦，本來是講很愛唔好種嘅。堅持冇一本嚟做嘅，咩鬧家庭革命，條件嘛該講最後本嚟留下來。這位本單希望基本準向外發展，不過左邊間嘢因為阿妹身體唔好，烏下農事全日是阿爸日曬。退伍過後，基本準先扶持到，阿爸對住眼子女變到動路，未行阿半幾個天，為留到烏下。種人熱愛，未種人也得天體。大兵部個各大起來，基本準嘅米唔是3張嘢出賣長槍，先講民風嘅名上係未入幫助，基本準有幾自家嘅行銷模式。從也愛各個案多，大部分攏是交去本米搞處理，就小部分老年嘅行銷公司合作咁樣。像我呀弄做泡面啊樣，規包太包裝本幾陣，家人爭起老係種到細包裝嚟賣。用對農民來講，其實講因為我哋包裝一方面我哋較唔曉得，我哋做弄泡面本幾陣，一隻公司咩嘟好就以後喺泡面店唔是我哋包裝，用默契下都會合作。唔單採用，為咗打開哈拿發嘅通路。基本準朝農民成立產銷班，宣強產銷理念認證。大專業還未開辦會相互交流。今天晚上主要討論的題目是，就是我們1月到6月的生產記錄簿，大家再檢查一次，看它就是我們的肥料。從來的賣米就有資料有原來身份證，你做的查94天90個喎，結拜產量幾多。应该可以了吧？还是要再调整机器？应该是不用。你不是还有选米？对呀、对呀、有选过就不用了。不用了啦，这样子应该可以了啦可是有嘛是帮助亲爱有嘛工会组织理解产销班，爱定多题目机，人爱定给使有嘛讲产销班的该有嘛成立的原因是用呢，今仔讲好有嘛爱觉得有嘛不错爱都含去穷下，爱是因为讲佢依家后生的有嘛佢有佢的理念。全台灣也係有產銷理嘅米產銷班還冇實質，基本準大量嘅兩班，唔但強係推動體制，咪係為之有產銷理嘅。其實驗證條碼如果撕不好的話，想要再重新再貼就不可能。不可能。對。台灣農業人口嚴重老化，係做天時嘅後生人缺少。不過基本準兩班，除了阿爸之外，平均年齡還滿40歲。係全台灣最後生嘅米產銷班呢。雖然兩個班中係全班年紀最細嘅，不過班長達沙都懂幸福嘅。班長也很不錯啦，就到處都會去，連年輕人這樣就到處去問一些說，產量比較高的，就擷取一些經驗這樣子，增加一些班員的收入這樣子。一般我們這鄉下部分就一些班長都年紀都很大了，只是就感覺就好像就是只有想說領補助款而已。但是這個班長是不一樣，就是只要政府有推出新的方案，他就會不斷想去嘗試這樣。可是有嘛愛定他們加入產銷班加下有嘛NME 有嘛會推出去有嘛冇簡單，因為消費者幾點會想有嘛驗米啊有問題嘛。不過產銷班成立以後有嘛我們用那個生產履歷驗證有嘛有
纳豆二号牛嘛哈，消费者发现到说，你有经过生产履历验证，既然是鱼类牛嘛吼，都亲风险。台湾农业是让后生发力，基本上大量办人从草喊下他嘅利润，唔过咪动手台湾农业。你说台湾，你啊农业有乜嘅条件做得下後生人做嘅？冇條件，因為你弄兩世嘛，你又冇自動化，你空空咩搶人，一夾體空空搶人，6張嘢下來，你穿6個月天，佢當然冇一種啊，我還有人就係4天，就是機器弄起人4天大天過無，我用加減減，一片穿，一片出，變咗我有法度，可能有法度留一般嘅上班嘅人。賺嘅錢差唔多，問題是搶你冇乜解機器都冇人，佢就冇法度嘅。就算做天水係安建線，佢還係凍結節為行兩條路，為希望了解土地走得海岸水面充實。我先劃分嘅農業特定區，你就一個地方就做得種冇一天，我保護農地。搶也唔係就係農民愛買你就買，去財團愛買你就買，佢就看冇去管理一啲。變咗講，嗱，東道一片東道地，攏係台灣人咧，一下子就做人來啦。我沒有想過我要用嘅咩啦，用嘅擴大就業人口嘛，沒有想過就係冇嘅。組一個帶跟隊啊，愛搶人啊，可能有好票上嘅嘛，愛資本有咁多，愛就出錢嘛，出錢搶你們來做事啊，增加就業人口啊喲。老兩下就辦嘅後生人求助，基本上咩好重果、大天通、好大雷球，先個佢喊得好時咧，自家嘅8萬名差，啲天條都來去去。獨家信行幫你看到呢一份對土地嘅尊重、勞動權嘅情感。只為了份尊重、勞情感，基本上是下住挑心亂嘅容額，咪種下嚟就揸住嘅新希望。